最近日本漫畫家龍樹亮的作品《我所看見的未來》引起廣泛關注，甚至鬧得滿城風雨。由於漫畫中提及2025年7月5日將發生大災難的預言內容，不少香港人因此心生忌諱，紛紛取消7月前往日本的行程，連航空業也受到牽連，機票價格大幅下調促銷。有日本政界人士更揶揄港人過於迷信，容易被網絡謠言誤導。作為一個理性 IT 人，我選擇用行動去打破這些迷信與謠言。今次義無反顧出發日本之旅，還特意安排前往活火山地帶、著名景點箱根大涌谷。上一次造訪大涌谷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了。記憶猶新的是彌漫在空氣中的濃烈硫磺味，以及地面冒出滾滾灰色熱泉，那種來自地底深處的震撼，令人畢生難忘。當時年紀尚小，卻已深深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與神秘。為了不讓家人舟車勞頓，我事先在 Klook 預訂了包車服務，由司機點對點接送我們從酒店直達箱根大涌谷。當天一大清早，我們在酒店樓下等待司機到來。等了不久，一位穿着整齊西裝、身形高大、約6尺高的日本男士站在車旁，神情專注地等候。他態度非常恭敬有禮，見我準備搬行李上車時，主動上前幫忙，並以一口流利普通話開口與我對話。我一下子呆了，下意識地望向他胸前的名牌，清楚寫着一個標準的日本姓名，心裏猜想，這位日本人怎會說得一口這麼標準流利的普通話？我忍不住直接問他，他微笑回答着說，自己原本是中國人，已經在日本生活多年，後來成功入籍成為日本公民。得知他能說普通話，頓時覺得語言溝通不再是障礙，也令我對這次旅程充滿信心，相信接下來一切都會更加順利。我們經歷了一段結合海、陸、空的旅程，車程約2個多小時後，先抵達碼頭乘坐觀光遊船，穿越橫渡蘆之湖。我們再轉乘登山纜車，緩緩攀升至箱根的火山地區大涌谷。沿途風光如畫，湖光山色盡收眼底，令人心曠神怡。旅程雖長，卻毫不覺得疲憊，反而充滿期待。用了2個多小時的車程，終於到達目的地。重遊30多年前的大涌谷，除了回味童年回憶，更希望讓孩子親身感受書本以外的世界。古語有云：讀萬卷書，不如行萬里路。旅行本身就是一次寶貴的經歷，讓孩子透過親歷其境，去理解地理、自然、文化的多樣性，也學懂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力量。相比30年前的荒蕪景象，如今的大涌谷已經截然不同。登山纜車、觀景台、商店與餐廳一應俱全，整個區域發展得相當成熟，搖身一變成為旅遊熱點。我原本抱着一絲期盼，想再次尋找當年曾拍照留念的那個地方，回味童年記憶。不過可惜的是，因應安全或管制原因，原本通往那段山路的通道已經暫時封閉，只能遠遠站在入口處望門輕嘆。那一刻，心中難免有些失落。眼看熟悉的景物就在不遠處，卻無法親身踏足其上，總覺得這次舊地重遊還差一點點圓滿。司機曾經提及過回程之路需時，適逢星期5公路上會塞車，所以提醒我們在大涌谷只可以逗留過多小時便要離去。雖然停留時間有限，我仍特意拍攝了幾段影片作為紀念。回程途中，我從後座轉到司機旁邊坐，這也讓我有更多機會與司機聊天。他說自己是上海人，20多歲時從上海到東京留學。畢業後留在日本工作，成家立室，娶妻育兒，至今已在日本生活了20多年有多，時間甚至比生活在中國還長。我很喜歡與他交談，因為他的經歷與我相似，同樣從出生地移居外地，從年輕走到中年，將人生最寶貴的時光獻給了外地生活，背後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艱辛故事。
他提到自己平日載客以東南亞乘客為主，很少遇到中國人。這次見到我這位同鄉，終於可以用母語暢快交談，對他來說也是難得的機會。他說自己年輕時很愛聽粵語流行曲，特別喜歡譚詠麟的歌，去卡拉 OK 時總會點唱他的作品。我隨口說，不如現在唱一首來聽聽。他毫不猶豫地選了《朋友》，一開口便讓我驚訝。他的廣東話發音相當標準，歌詞唱得感情豐富。我相信他一定花了不少時間去練習。在這2個多小時的車程中，我們像老朋友般無所不談。途中我問他有沒有信封可以給我，他說沒有，還隨口提議可以到文具店買。他的回答沒有多想，讓我感受到一份真誠和坦率。傍晚時分，車子終於抵達酒店。我一停車便匆匆下車，臨走前回頭一望，只見他正在車尾卸行李，神情間似乎希望我能過去幫忙。然而，我沒有回頭過去幫他，而是快步走進酒店。看見他低頭嘆氣，神情帶點失落。其實我不是刻意不幫他，而是另有打算。我趕到酒店前台拿個信封，將準備好的小費裝入信封內，以示感謝。當我準備再次走出酒店時，家人告訴我他已把行李卸好，正準備開車離開。我連忙衝出酒店，幸好他還沒駛走。我跑到車頭的右邊，輕輕敲了司機窗。他搖下玻璃後，我把信封遞給他，說：辛苦你了，謝謝你載我們一程。他沒說什麼話，但眼神中透露出感動。我相信他會永遠記得他在車上唱的一首歌《朋友》。其實我很想對他說，你從老遠家鄉上海移居到日本，20多年一路努力打拼，建立你的家庭，真的辛苦你了。這位司機是我人生中的一位過客，也許這輩子再不會相遇。明天是星期六，他不用工作，他說會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，而我也將踏上另一段新的旅程，各自展開人生的新一頁。